正国防特别条例今仔日伫立法院表决，因为南北两党有人数优势，三读通过。南北党团达成共识7801版本。全台湾人数的公职诊所也有民众报案，公诊所内面也看到类似烟雾侦测器的摄影机，再去警方也去抄几路警的分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初8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这国防特别条例，讲这个国防特别条例卡介久咯。不过在今仔日的立法院表决啊，因为这南北两党有人数优势，三读通过南北党团达成共识的7801版本，而且明定具体武器采购项目，以上的金额分做2阶段，包含已经公开的3000亿美国对台军售和第二批军售，上限是4800亿。那从含这行政院版本的1.25条来看呢，是向抬调4700亿。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制定通过。调查表决大前了，立法院正式三读通过南北党团达成共识国防特别条例版本，预算上限总共扣列大票7800亿，因讲是正序版的1.25条规模做到删除4700亿。我们才是真正中华民国国防力量最坚实的后盾。1.25兆的空白支票，打着保卫台湾、坚守国防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我们支持强化台湾的国防，但是我们绝对不容许贪污，不容许浪费，而且要求台湾人付钱买的武器必须要拿到。南北主席拢去提议强调在野坚守审查责任，根据三读条文7800亿国防特别预算分做2阶段，各明定具体武器采购项目。第一波是已经公开3000亿，美国对台军售包含 M109A7 主造炮、海马式多管火箭、反架型无人机飞弹系统、标称飞弹、拖车自比飞弹等第二波。一旦美国政府正式同意军售了后，将发给书本的预算上限4800亿。还是给了一个被削弱的版本，排除掉了最重要的无人载具跟它的系统，还有反制无人载具的系统。当你排除掉了这种 AI 的辅助的话，那你实际上你又怎么有能力来去面对中国的挑战？对条例内底排除相关甲威胁项目，民进党团表示遗憾，批评南北剥夺台湾军工产业、国防自主的发展机会，会削弱台湾国防实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的这EV诊所，甲人偷袭，使人惊吓。也那全台湾连锁的公职诊所，也有民众去报案。公诊所内面呢，也看到类似烟雾侦测器的摄影机。这批早起呢，警方和新北市卫生局消保处等单位，针对着邦桥新庄三重埔三甲几路间分店发动搜索。下晡呢，也甲这邦桥中山分店的店经理带登去调查。也那公职诊所是发出声明强调，现场所使用的摄影设备，拢是一般看会到的，唔是监控摄影机，也无偷袭的情形。你有什么收获？警察摸一箱一箱的证物，立伫咧后边是连锁EV诊所、工地诊所、新北市邦桥中山分店的经理，初步的老被带登去调查，因为这也牵涉偷袭的代志。另外，邦桥的管证店工作人员引导警察坐伫柜台查看资料，一个新庄店有人客聊天做煞离开，诊所的工作人员就赶紧摕柜台纸挡伫咧诊所的门口，公共区域正伫咧监视录影。边仔的卫生局人员也摕翕相机记录。新北市新庄的光泽诊所在平日营业时间却拉下铁卷门，医美诊所伪真烟气疑似偷拍案进一步扩大。8日，新北市警方以及卫生局同时出动，在包含板桥2个分店以及新庄同步进行调查。搜查行动自初8早起10点新北市邦桥开始，过去三重埔、新庄、三甲，甚至到宜兰罗东，并且对换衫的所在、诊疗室这个较私密空间进行清查，因为有人去报案讲，伫诊所内边看到敢若是烟雾侦测器的摄影器材，就是觉得自己身体有受到侵犯吗？我们没有仔细查，就真的看不到。我觉得应该提前告知会比较好。比如说像按摩的地方之类的，可能会脱光光或换衣服之类，还是会担心。新北市卫生局也公布发动行政稽查，强调依照医疗机构医疗运输维护规范，伫公共场所设监视设备，只伫明显的所在
到相关文理，甲人讲有伫咧念影，以便双方若爱录音或者是录影，也先得到对方的同意，若无就是违法。倘后续经查结果有违反医疗法72条相关规定，本局将处分诊所最高25万罚锾。如案内行为人是医事人员，最重可废止职业执照。公职诊所强调，现场用的念影器材拢是一般会当辨识的设备，并不是温状式或者是监控念影的器材，无挑工暗砍或者是偷袭。到初步的到调查结果也未出来，不过伊比聊天牵涉真侪人客运输，业者爱遵守规范，才能互民众安心的看诊空间。记者综合报道。爱尼内集团偷袭的事件，法院查册裁定创办人尚如山、市长的特助和细城的厂商等3个人羁押禁见。那台北市宣布启动反监控稽查专案，要针对着这医美诊所、三温暖，还有体育场馆等等的这场所进行反监控的稽查。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无允准任何违法偷袭的行为，若准查到就会严办。卫生局人员伫咧看诊室检查，台北市启动2礼拜反监控稽查专案。卫生局对医美诊所、商业处对三温暖业者、体育局对体育场馆，请警方派人查专业设备，到3工作反监控侦测现场稽查。警察局跟卫生局这边会一起协同，针对辖内的医美诊所、美容瘦身中心等等进行扩大反针孔的专案稽查。那稽查结果呢，也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公布。那我就可以依据消保法的规定去公布他有违法的这个事件。那后续呢，我们会要求他限期改善，40条的规定2万到10万。卫生局讲，若是现场检测室有监控设备，会依照消保法公布违法事项。过来会要求业者限期改善，若无改善就会罚。刑警大队也现场展示监测设备。例如说，这个增烟器它应该是装在我们这个室内的比较中心点位置，是正在角落的时候，那我们就发现说，这个增烟器可能是有可疑，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镜头搜寻器呢，去发现里面是不是有镜头的存在。爱尔利集团虽然已经发声明，将所有的消费者、会员甲社会大众会失礼，而且也公布全面退费，先有约登记，有专门负责的单位提供协助甲说明。公司声明也讲，退钱这个限定也无作为课程。有受害消费者讲，其中包含无合理的条款，讲钱若退互你，你就要放弃民事甲刑事的请求权。如果您在没有当下拿到现金退款的状况，然后同时接受这种抛弃民刑事请求权的要求，等于说你可能又没办法拿到退款，然后又会被就是阻碍你后续的主张。一定不合理啊！可是我们可以不用同意啊，对，坚持要退费。高雄桥头地检署指挥检方搜查高雄爱尔利诊所，伫搜查行动进行的时阵，也有消费者来要求要退钱。目前检方侦办上新的进度，具体爱尔利创办人尚如山、市长的特别助理，也有线下的厂商3个人到案，依照妨碍秘密等罪嫌侦办，发现伫咧催责函裁定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湾，也是有真侪人把这火车当作上界主要的交通工具来看这条新闻。台铁拜托一定爱加油！这台铁呢，这潮州到南州之间呢，今仔早起发生电车线裂的事故，害滨东线、南回线落南的列车，今仔会当驶到这潮州站，也那南回线上北的，今仔会当驶到枋寮尔，大约有1300人受到影响。台铁表示，讲有成立应变小组启动公路接送。那上界新的消息是，伫咧暗时6点15分的时阵，已经修理好势，开放通车了。坐公路接驳车到枋寮以后，再搭我们的台铁火车。屏东潮州火车头内底4架拢是人，台铁人员到甲民众讲要安怎搬车，因为早起我10点钟救，南州火车头传出电车线去，互火车救断去，造成潮州到枋寮之间拢无电，上北路南的火车双边拢未通。我拢开歹呀，即个嘛开歹，即个你也伊遐看嘛开歹。发生事故的路段是通往枋寮甲台东，一定爱经过转运点。除了赶紧调派机具来抢修以外，因为拄啊好是拜五，潮州车头规个拢是要去佚佗的民众，台铁也赶紧调来21台游览车，甲人载去枋寮火车头协助旅客搬车。不止个排队等搬车的人已经排几落列，有人排队排几点钟的，看到有人欠队，随去甲台铁的人理论。可以上去，后面排队在这里，他们要下来了，冲上来了。
排多久？排了1个小时啊。对啊，不爽嘛？为什么？大家乖乖的排队，为什么人家一下车就在那边冲？等太久了。等太久了。等太久要搭计程车。哦，所以你们不搭接驳车？啊，你们要去哪里？台东。有民众等袂赴归去，家己叫计程车。代替表示，到中昼点半左右，接送的人数已经有1296人，因为省长的电车线大约有100公尺。预估抢修的时间上无爱6点钟，到抢修完成之前，拢会派游览车来接旅客班车。现场单位在抢修，那我们目前希望能在我们就是预估能在这个3、4个小时内把它完成。这样。代替表示，受影响的旅客伫咧1年内拢会当提车票去退钱，目前已经加派人力去抢修，希望会当量早恢复通车。记者柯明在柯卡组区朝阳滨东仓报道。这礼拜才正式营运的中华邮政物流园区 A7北台湾邮件作业中心，因为自动分拣机的成功率无遐好，电脑是爱开真侪人工去处理，就一寡批呢就爱等上礼拜才寄到位。中华邮政公司也发出声明回释咧，那董事长王国才也讲会要求这厂商赶紧改善。工作人员甲对邮车顶员摕落来包裹，一个送入去内面。中华邮政伫 A7物流园区的北台湾邮件作业中心，一礼拜正式进驻，就发生邮件和包裹严重延迟的状况。有民众伫社群讲挂号寄一礼拜拢还袂到，才发现全台各地拢有延误情形。邮局接民众的电话接袂了，邮差嘛一定询问讲批哪袂到。像我们出去递送邮件的时候，就有客户一直在追挂号信啊，怎样啊？有可能都拖了很久啊。核中心你都还没有到定位，然后就贸然让他去运转，现在是导致全国各责任中心也是变成一团乱。邮政产业工会指出讲 ，A7作业的现场状况真侪，包括机器设备拢还未到位，外包商真侪人力出走，造成作业大乱。中华邮政公司嘛证实讲，一寡包裹和挂号的邮件无法度伫承诺的时候来送去，互民众，影响收件人的权益。因会是咧，而且启动改善措施。董事长王国才嘛伫下晡随开会处理，以前一关键原因是自动分拣系统的成功率比预计搁较低，造成必须增派人力，后礼拜会搁补20个人。分拣的成功率不如预期啊，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要花很多人力在人工分拣上面。针对人力不足的部分增加资源的人力，尽速来投入资源。下礼拜大概会有20个人再进来邮政公司指出讲，伫5月初是营运的初期，包括人机协作阁算顺利，但是对初6开始邮件量大大增加，阁拄着5一连假，目前在拍一个档期，造成包裹量大大增加，拢积伫遐。目前已经要求分拣系统的设备厂商工程师提名来运用，内部增派人力优化 SOP， 对民众因为延误造成损失嘛，得研议赔偿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随着美军对伊朗搁再发动攻击，美股4大指数拢落，初八包含韩股、日股盘中拢落超过1%。这台股呢，最后是收伫咧41603点，落329点。台积电是收伫咧2290块，落20块。另外，金管会也证实讲，这自然人占台股一中市场成交金额比重和当冲交易占比拢超过50%。不过，这时间啊，久一个长来看，统计这5年来自然人的占比是落落来的。美荷谈阁出现变数，那影响办事美国4大指数收乌，初八台股开价，虽然早盘有并行冲到42038点，不过因为台积电、台达电等宽达高价股受落，台股无法度改变，收伫41603点，落319点。短线上来讲，确实是有涨多的一些压力存在。我们可以看到台股的年线乖离看起来是接近50%哦，这个其实是历史过去从所未见哦。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逢高还是要适度做一个弱带的一个动作，会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方式。初八无阁继续起高价股，亲像开价，台积电最后收伫2290块，落20块；台达电收伫2200块，落80块。最近真侪摆大起的联发科虽然已经被列为土地股，国际议员收伫3630块起210块。最近台股成交量放大，团储散户用涨高借钱进场动冲。金管会初次第一摆证实，以台股集中交易市场到今年3月底资料显示，自然人交易占比53.8%，法人占46.2%，当冲交易自然人交易比重差不多54.36%。不过最近5年，无论是集中市场，或者是当冲交易金额，自然人占比拢落差。
不要去做一个过度杠杆的动作啦。毕竟过度杠杆的话，那虽然在多头行情能够去加大你的一个获利倍数，但是一旦行情反转的话，出现损失的一个几率跟幅度也会相对比较大。专家分析，为中长期看台股，依然看好基本面。台积电公布4月合并营收新台票4107亿2600万，月减1.2%，按过年增17.5%。另外，财政部公布4月出口金额676.2亿美金，创历年单月第一关，年增率将近4成。受 AI 一调之下，台湾出口连续30个月正成长。记者综合报道。那做你无介意囡仔为什么要搁做这个工课呢？来看这嘉义市一间私立的公婴中心，就家长指控讲这托育人员动作真粗鲁，唔那害囡仔手乌青、嘴甲搁流血。社会处调查了后，发现讲有6个囡仔受害，而且这托育人员呢已经唔是头一届安尼生啊，为什么会搁继续伫遐顾婴仔呢？这机关认为讲处罚的制度爱改善，才会有空旁。然后小孩抱着我时候，这叫什么流行？在他喂奶之前，他还有很用力的，就是摔到手上。七岁两个手囡仔顶面有血的痕迹，囡仔的手嘛有乌青的所在，真侪家长就出面控诉，讲家己的囡仔伫家己是一间私立的托育中心受到粗鲁的对待。他往他的那个草那边这样，有点是甩放，他没有轻轻把他这样甩的放那里，他跑到包弄下来的时候，那刚刚眼睛在才进起来，让他等了。经过社会处调查了后，才知影有6个囡仔拢受到托育人员的不当对待，甚至还有1个月之内有6天是一天就出现3届的粗鲁行为。托育中心甲嘉义市社会处拢联名对这名托育人员进行处罚，不过伊方认定是处罚，家长无法度接受。就拍摄的动作，没有按照我们中心所规定的那个规范，所以我们也觉得他不是人，所以我们当天就解除他了。初犯来讲的话，他的罚则是6到18万。那你认为说他对于这样子多名的这个婴幼儿有做这个不当的对待，因此呢才会决议来罚这个18万的罚款，并且呢3年内不能从事相关的工作，而且呢还会在网络上来公告姓名。以实际来看，他是累犯；以事件来看，他们认为他是初犯。今天他公开姓名，他可以再去做改名，没有人会真的有办法去查他的身份证、查他的个资，说这个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他们这样子的法则，我觉得我们是蛮不能接受的。接到家长陈情的议员伫议会质询表示，代志发生的时阵，伫家长找到适合的托育中心进前，相关单位除了爱有暂时安置的办法，同款所在、同款负责人者换命就会当重新营业。目前处罚的制度有空旁通论，地方政府应该爱向中央来反映修正，才会当避免同款的代志一再来发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继续来关心这鸟鼠的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讲，推今开始启动12个行政区全面大消毒。那台湾爱滋协会是呼吁大众就爱用这环境治理取代头护死的想法，对源头来降低食物来源，减少生态地，才会当减少到这鸟鼠的数量。针对摒扫维持环境的清气来防治鸟鼠，台北市7月开始正式启动12个行政区接续的全面大清消，第一站就对中山区开始，正式启动台北市12个行政区接续的全面大清消，而且就从中山区开始，所以我也特别请产业局、卫生局、环保局等相关单位到现场，以及会要求业者做好整体的环境卫生。台北市鸟鼠的问题是引发讨论，真侪民众伫公园和街仔路拢有看到鸟鼠药啊。敢有认为讲环境部应该订定相关准则？就万安讲，鸟鼠药啊是环境用药管理法规范的，希望中央有全国一致的标准，无就会造成各地方拢是无同款的做法。清除环境中的脏乱点啊，或者是这些老鼠的食物，这个才是正本清源的一个方式。那至于说投药本身，这是一个最后不得已的手段。台湾爱饲协会嘛，呼吁大众以环境的治理来取代毒杀的思维，认为鸟鼠的问题无应该红港化做成鸟鼠伤济，是环境治理无效的精神。那下一步测定食米和生团的来源，抗药的速度是比不上鸟鼠生团的速度。野生的鼠呢，它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我们人类的城市、人类的生活环境出问题，治理不科学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多。所以我们投放
再多的鼠药，用物理的粘鼠板或是其他残酷的方式，是完全赶不上它的繁殖速度的。民团呼吁政府应该参考国际经验，把解决鸟鼠的问题提升做都市治理的方案，不是干那停伫短期的喷药啊和消毒，尤其伫气候变迁的影响之下，鸟鼠类的活动时间变长，干那对源头长的食米、风岛生态空间，才当真正解决鸟鼠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大寮一间人家厝，行半暝1点外，互人牵这炮啊改造烟火弹，那声音真大声，火光也真差白，厝边头尾拢互吵精神啊！警方接到通报，赶来到现场，目前呢是有对这监视器锁定特定的对象，等来对查嫌犯。不明的玻璃杯被劈到顶下骹，发出真大的声音，马上清除白烟，带去还有烟火喷出来，高雄市大寮区民地的一个平台，随便透早点半左右传出爆炸声音甲火光，当地住户拢真惊吓。因为真的很大声响，然后又有震，对，然后下楼调监视器开始看之后，才发现不是有人扔过来，扔爆炸物过来，应该是有确认过目标，先确认目标了，然后再行投掷这样子的。警方表示，接到报案了，马上派人去采证，调监视器发现一10个人不伫厝前行达，离开不到20秒就发生爆炸。初步检判玻璃杯疑似是炮改造的烟火弹，不过报案的处主是强调唔捌甲人结婚。警方目前已扩大调阅周边监视画面，并锁定特定对象，积极追查中。全案依刑法恐吓及妨碍自由等罪嫌侦办中。警方分局表示，这案件会照刑法妨害自由恐吓罪嫌侦办，已经锁定特定对象，顺线对緝当中，会赶紧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地上的这个富兴村山区有8户人，有关是食这林班地的山水，因过是唔捌发生冲突，不过最近这10多年呢，却一直出现抢水的问题。切暗着2户因为这水的问题起冤家，一个80岁姓柯的老大人，和另外一户转嫌姜仔水。林保署台东分署表示讲，会提供边仔一块地，和地上乡公所起简单的自来水设备，和这个自路的居民使用。住伫地上乡复兴村水地自路的80岁柯老先生，常常爱到海拔500多公尺的水源地出水口顺水，因为伊的爸爸早年就去真坚固的出水口接管到山脚提供自路8户人使用。不过最近10年出水口常常被人拆掉咧，后来发现剩另外一户坚持出水口的地，伫89年就向林保署台东分署做到即马，水源是因黑，才会将水拆掉咧，引到家己的出水口。双方就常常为了抢水发生冤家，切暗时2户各为了水源冤家，姓柯老先生面甲手拢互对方喷，互人游水。是他敲的，你看他的水那么大，不是这样，他把这个通通塞死哦。辛苦都是他在上面弄，弄完他邻居是接他下面的水管这样接。警方表示，双方拢已经报案要提告，不过这块土地主管机关台东林保分署2年前已经伫现场打公告，说出水口拢是无合法，爱居民家己拆掉，佮愿意提供附近一块土地，予地上乡公所使用，去改建自来水场。我们现在目前我们的国有林班地的土地呢是没有租给私人，都是请公家单位来以公益的性质来承租。林保署台东分署表示，发现9份的水源地承租人目前依然合法承租，不过住落居民希望乡公所应赶紧摕到土地，去好建造自来水场，唔能够让住落发生抢水的纠纷。记者综合报道。南美洲的友邦巴拉圭，因的总统呢8年昨带团来访问台湾。总统热情地今仔日主持军礼甲欢迎，而且宣布台湾要正式开放进口巴拉圭的鸡肉、鸭肉一寡禽鸟类的肉品。另外，进前呢因为和台湾断交的洪都拉斯新总统接受外国媒体专访的时阵，讲到咧检视前任政府和中国签署的协议，奉认为是和台湾复交的信号。以21响的礼炮隆重的军礼来迎接总统热情地欢迎南美洲的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第4摆访台，嘛是贝尼亚2023就任总统了第1摆带团来台湾访问。
其实两个人拢捌参加对方的就职典礼，交情真好。罗总统指出讲，台湾同巴拉圭拢真看重69年的邦谊，伫医疗、产业、科技这领域拢有真侪合作。罗总统嘛趁机会宣布讲，台巴会开启经贸的新交流。经过两国持续的努力，我今天在此宣布，台湾将正式开放进口巴拉圭的禽肉，让国人有更多优质肉品的选择，也让台湾和巴拉圭的经贸关系更加深化。贝尼也表示讲，希望推动两国战略性友伴关系，而且强调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嘛谴责中国对台湾军事威胁，干扰罗总统的出访。Su pleno rechazo a la coacción económica china que forzó la cancelación de vuelos y afectó la prevista visita oficial del presidente Lai a un país aliado. Mi país reafirma el derecho soberano de Taiwán a relacionarse libremente con otros países, sin interferencias indebidas que pretenden aislarlo internacionalmente. 罗总统一颁奖彩玉大勋章给贝尼亚，感谢伊长期替台湾来发声。贝尼亚一摆访台的途中过境美国的时阵，捌和洪都拉斯的总统阿斯夫拉会面。伊表示阿斯夫拉对台巴的合作经验是真有兴趣，甚至接受外国媒体专访的时阵，阿斯夫拉嘛讲，当地是不是承认政府和中国签的协议，方认为讲是台方互交的信号。我们也很感谢贝尼亚总统分享巴拉圭跟台湾有邦交合作发展的一个经验那当然我们态度是开放的，那也很希望是基于这一个共荣的立场出发来发展台湾跟洪都拉斯的关系。对方各国界呼吁开放和台湾交往的声音，外交部中心的维持同款开放务实和别意识争地的态度，以平等互惠、促进共赢的原则来持续推动双方关系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18日伫瑞士起稿，台湾到今呢也未受到邀请。咱的医师专联会顶21个医师团体就召开记者会，呼吁国际社会呢爱重视台湾的角色和价值，争取参与会议的权益。守护全球健康，台湾不能缺席。全台湾21大医术团体七白透早召开国际记者会，呼吁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严肃看待台湾对全球健康的贡献。因为台湾除了伫武汉肺炎期间有出众的防疫成就，去年2025年也提前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消毒4关的目标，就变是不分国界，台湾伫参与 WHO。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每个国家都很重要。那台湾在医疗、公卫、智慧医疗方面都有很杰出的贡献，所以。这个 WHO 这个世界性的会议不能缺少台湾。医术团体表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会伫5月18到5月23，伫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已经连续9年无受到邀请，今年可能是第10年，犹原未当去。面对全球公共卫生挑战，逐年拢会抢权，全球防疫体系无应该因为高一个国家的政治干涉来造成空胖。台湾无应该互 WHA 排除。因那卫福部也按上伫 WHA 开会期间，举办头一届嘅台湾智慧医疗甲健康产业场边的论坛，展现数位医疗甲公卫实力。今年我们会在那边办理台湾健康医疗产业展，所以到时候我们国内会有30多家厂商，包括10家医学中心都到现场去办理展览。那主题就是以智慧医疗为主。因为今年 WHA 的头一届面对美国提出中国主导的政策，卫福部指出，部长赵忠良会按照原底计划带队出席相关的论坛，也强调 WHA 是重要的公卫甲医疗的国际平台，台湾爱积极参与。若开会进程无收到邀请批，会向世界卫生大会交抗议批，强调主权地位，也争取参与权。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会今日3读通过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正式把这3班互病比立法，比例是由中央主管机关来定，3年检讨一届，而且头一届把这3班互病比列入去医疗机构设置标准，若总有病院违反规定，会罚50万到200万，累计3届无改正，相当就要停业1年。赞成者多数，第12条照国民党党团在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立法院议会初步3读通过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正式将3班互病比立法。以后病急症一般性病床3班互病比的比例，由中央主管机关规定，3年检讨一遍，必要时阵做调整。也第一遍规范3班互病比列入医疗机构设立标准。
以2024年3月出1的标准为主，护理团体表示肯定，讲会当帮助护理人力留任甲回流。他的雇主没有遵守的话，那他就违法。所以这个我们护理师至少就会觉得，哎，这个职场还是可以待的。我们希望医疗法能提高罚则的罚款的金额。那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必须改掉现在的全日平均比例，改成3班互并比。不过修法的时阵，国民党甲民众党的版本无同调，另外说中央咨询委员会甲护理团体代表比例拢无共识，所以护士工会全联会顶护理团体真不满，中到临时去立法院抗议，要立法院通过国民党的版本，无设咨询委员会对3班互并比立法。台湾社区病协会担心，究竟会造成关层，影响偏乡的医疗资源。一旦3班互并比入法，那导致他这个因为没有办法达到标准，必须要关床的时候，其实受伤最大的是偏乡的民众。第3道条文内面也规定，病若是违反规定，分无共层级，处罚的金额无同。比如讲，医学中心罚100万以上200万以下，会当按遍连续罚；若经过3遍拢无改善，会当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停业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劳工食头路满半年就3天的特休假，满1年就7天。不过，若准你换头路，你才资历就爱并头算咯。对民间团体抗议讲，这特休半年主保公平，亲像爱照顾家庭的人负担就增加，还有政府就爱增加特休假，减少整体工时。母亲节特别到咯，有民团拜五开记者会指出，台湾劳工因为工时长，无假通休，造成一寡女性劳工就爱为着照顾家庭离开工课场。根据劳动部的资料，台湾2024年总工时有2030点钟。对照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资料，台湾排第4名，遐悬。整体工时是一个偏长，然后工作时间不稳定，那被迫要放弃工作的人是谁？他就是会必须要去承担更多照顾责任的人。那这一群人，我们看到的往往在台湾就是女性。民团指出，离开职场的劳工，若是搁找新头路，特休假就爱个位头开始算，呼吁政府就爱修法，提悬法定上加特休假的天数。另外，嘛爱下部会规划降低整体工时的办法，改善劳工时间不够用的困境。短期措施就是希望能够改革我们现在的特休假制度，把天数延长之外，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不要以年资作为主要的，就是休假的天数的有可以被休假以及休假天数的唯一的依据。民团认为，长工时甲特休假是台湾长期以来贵的制度的问题，政府应该想办法透过制度改善性别分工不平等、劳工时间不够用的问题。记者吴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台湾即马上无有30万的家庭会请外籍移工来照顾时代，为了要解决这几个人未通的问题，成功大学的团队研发全台湾头一个会当协助翻译的 App， 无论是华语、台语、客语，拢会当翻译做印尼语和英语。外籍看护工用家己的母语系统，随患者台语甲时代小笑问，无论是华语、台语、客语，拢总会当互相翻译做印尼语和英语。这是成功大学团队研发全台首创的卡式德语建录沟通 App。面对超高龄社会真大的长照需求，全台有被30万的家庭请外籍看护，不过语言未通是雇主前头听的问题，甚至造成照护危险。团队毋忙透过这来打破沟通障碍。think it will enable the caregivers, Indonesian caregivers, to talk with the grandpas and or the grandmas. 爱有人照顾，请印尼的义工照顾伊8天，所以一开始一个讲台语，一个讲印尼语，会小拍小骂，所以真麻烦。所以我要想来解决这个问题。中文的部分就有很多现有软体，但台语就很少，所以台语到印尼语这是我们第一次，那很多的家庭都表示很需要。这唔仅是翻译尔，嘛整合8大面向的高龄建录平台，系统内底有丰富的专业照护资源，包括日常生活医卡、医疗书类，也有处理空嘴的引导等，行动无利便的时代，透过简单的语音指令，就互义工掌握照护的细节和需求。印尼的迄个外籍个看护工吼，会当去学着咱的台语，跟咱的客家话，会当跟咱的迄款迄个时代来做一个沟通。所有的母语。所有的语言太
他们需要的时候是很容易被用到，甚至也很舒适的能够表达他自己内心的想法。那这个 App 主要有含几点连接，收录起来时基本上都会当随透过语音做翻译。因讲会继续收各种腔口入去资料库，团队按算6月会增加越南语的服务。这回科技辅助民间团体嘛对社会支持的站面来做起，协助义工建立连接，继续提升咱台湾高龄照护的服务品质。记者苏大南采访报道。目前是全国第一大镇的南投草屯，今年4月人口数已经超过98000人了。镇公所表示讲，除了会继续发药检津贴，今年1岁到5岁囡仔呢，一个人一年会发2万块生日礼金，希望会当刺激民众加生囝意愿，并超过10万人升级做管辖市。受理记者的吴先生，住伫南投草屯已经30几冬。伊讲，这几年感觉草屯的经济甲人口拢有明显改变甲复苏。生活机能什么都不错啦，交通也还可以啦。只是说现在人口也比较多啦。像我最近也有生小朋友，那当然因为家庭的关系，当然也曾经会有那个念头，会觉得说，如果有机会可以迁到草屯，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其他乡镇的民众也讲，若是当解决家庭甲工作的原因，会想要将户口迁来草屯。南投草屯镇即马是全国第一大镇，实际的人口数已经超过9.8万，户数也到3.8万外户。公所讲，对这3年的趋势来看，人口数维持伫9.7万到9.8万，而且每个月稳定成长1个到200人。希望用较侪福利措施，让人口继续增加。公共造厂方面。还有财政方面的允许，所以财政的可以发放来补助我们所有的长者，还有我们所有的年轻的父母亲。交通运输方面都很进步都很方便，都很便利草屯镇的福利也特别多。镇长讲，即马用公共造产的用具加家己编的预算，除了原本每一体4万到7万的生育津贴以外，今年开始实际的1岁到5岁囡仔，一年还佫能领2万块的生日礼金，让大家愿意生愿意饲，也用建设友善生活空间，让人口超过10万，争取升级做饲。了请管府提报予内政部备案，或者建议会当用交通的优势，将草屯营造成做台中的卫星城镇。我虽然没有很好的这个就业的机会，但是我这边有很好的生活品质。好，那你到我这边住，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好，那这时候就会涉及到一个地方，就是草屯镇对外交通，它是会变成一个卫星都市啦。或者讲交通若方便，少年人来遮大了，要去城内上班也方便。若要让大家拢长时间住伫咧遮，就要有更较侪商业活动，还有强化生活技能，让大家较愿意将户口迁来遮。记者综合报道。表列3支的李溪潭村，昨有2只龙洞狗互这钱射着，一只是当场死亡，另外一只是赶紧送病院。警方追查了后，抓到这射钱的查甫人，伊则违反动保法定罪嫌，甲人送办。倒伫涂骹的狗仔要死冻害，身躯佫插一支更烫身躯的钱，鱼家已经无法度行路。民众看到赶紧将伊送医。表列3支李溪潭村7号有狗仔互人攻击的事件，而且佫是互钱射着伤，引起大家惊吓。半夜的时候，我妈妈有时候听到狗在叫，以为是狗打架，所以他们就觉得就是很稀疏平常，所以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太可怕了。而且旁边是小学啊，村里全部都是老人家。受伤的狗仔互人送去台中的动物病院救治，手术了后总算把这支钱摕出来。不过狗仔目前还佫真虚，需要观察。兽医师表示，好佳在这支钱无伤到伊的胸坎，暂时保掉一条命。没有从胸腔进去，直接沿着皮下的组织射进去他的左前臂的肌肉丛跟这个肌肉束里面。对，那我们在上面发现一个进口跟一个出口的部分。警方接到报案，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看监视器，追查到一名55岁姓黄的查甫涉嫌重大，互人攻击的龙洞狗有2只，其中1只当场死亡。警方嘛伫姓黄的查甫厝内敲出犯案用的是日弓甲弓箭，佮有伊摕来练习用的箭靶，并在其住所查扣犯案用十字弓1把及弓箭等真物。警询后，一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
动物保护法及毁损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表示，这个查甫人是一名工地工人，非法持有是强的原因以及来源，还佫调查。苗栗县动保处表示，根据动保法的规定，故意伤害也是使动物遭受伤害，而且致使动物机体严重残缺，也是重要器官功能丧失者，将会面对2档以下有期徒刑，也是拘役，并可上当200万以下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市成功里对4月底开始小连续有猫仔死亡，当地里长表示讲，这猫仔拢无明显的外伤，干那这喙甲尻川口拢有出血，干那是去互偷死的。那动防所目前正咧验尸，那真正是互人下毒，嫌犯上当关5年，罚500万。一只感觉色的猫仔，就安尼摕伫家边厅门口，过无偌久就无开啊。彰化市成功里这个月初，有民众发现一只死去的猫仔，因为无外伤，但是喙角甲尻川口拢有出血，那像是互人偷死的。赶紧通报里长，才发现这附近最近已经有2只猫仔死亡。熟客还跟我讲说：“姐姐，你们椅子底下有猫咪躺在那里。”然后我冲出来的第一时间点，它已经不动了，就是在那张椅子的那个位置。为迄个4月28开始就发现讲几落只猫仔吼连续通报讲有死亡的情形，啊尾啊上尾一只5月1号的时阵，我就感觉讲这件代志足奇怪，是毋是有人有咧偷猫仔是安怎？在地里长表示，为4月28开始，陆续有民众通报里内发现死猫仔，加起来上无有10只，而且拢参5月初1发现的这只猫仔同款，那像是互人偷死的。目前5月初1死亡的猫仔已经通报动防所处理，等咧检验是毋是有毒药反应。本所将猫只尸体带回解剖，并送请农业部兽医研究所进行检验，以厘清是否有毒物反应。目前报告尚未出炉。由于本案已涉及刑事责任，本所已将相关事证移送警察局彰化分局侦办。动防所表示，若使用药物致使这只动物死亡，而且情节严重，依照动保法上悬会当罚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罚50至500万的罚金。这案目前已经移送警察局侦办。那附近民众是表示，向死遮侪猫仔，大家拢心惊惊，毋望相关单位会当赶紧查明原因。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1970年代的台湾，犹原是这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背景。迄个时阵的留学生黄文雄开枪刺杀蒋经国无成功，互警察来的时阵，伊发出一句 "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互我亲像一个台湾人共款站起来。这个刺杀行动也互支持民主的美国看到台湾人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也鼓舞着台湾日后的反抗运动。导演李慧玲用7年的时间替黄文雄拍纪录片《风吹》，希望用镜头带观众了解黄文雄这世人到底是咧反抗啥。我是在政大读新闻系毕业，去考新闻系研究所。这是导演李慧仁用7天的时间为市长案主角黄文雄拍纪录片《风吹》。1970年，台湾也是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时代背景。迄阵蒋经国是行政院副院长，伊去美国拜访，在4月2日是纽约市广场饭店门口，去互当时也是留学生的黄文雄拍枪。尾啊，黄文雄在海外流亡25年。甲一个细汉囡仔，甲一个巨人的战斗。导演李慧仁讲，1970年代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是一个超稳定的结果。透过长期的记录，伊也看到黄文雄是切入性以当时美国要联中制锁甲台湾之间的地缘政治来伫思考甲行动的。嘛，因为迄前互支持民主的美国看到台湾人对专制国民党政权的不满，嘛进一步鼓舞后来台湾的反抗运动。在1967年迄当阵，黄文雄一开始就用地缘政治这个概念去看台湾、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所以伊就想讲趁这个机会，伊是不是会使透过刺杀蒋经国，互台湾看迄个会使松动迄个草文字的结果未？市长案决当56周年，黄文雄当别90岁。导演表示，拍纪录片的过程虽然看到黄文雄因为失智症记忆衰退，也毋过精神意志却是愈来愈清楚的。纪录片嘛用台语的方式甲伊对谈，可以会当用上自然的状态来表达。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我每礼拜拢会去找 Peter 演员去找伊。我感觉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因为我和 Peter 拢是用台语去对话，因为你若用华语和伊对话，伊都爱甲转一下，会较慢。
纪录片在5月初9伫台北要办试映会，即阵也当地讨论拍算要开放民众，也是各团体机构包场，未来嘛会伫台台放送。导演表示，会和风吹这个名，是因为风吹爱有作用力甲反作用力才会当飞上天。伊希望用镜头带观众了解黄文雄这世人到底在反抗啥，嘛毋望互大众认捌这个影响台湾民主政治的重要人物。记者卢尚如、郑准佑台北报道。228国家纪念馆推出台湾农民组合100年特典，呈现台湾农民这100年来安怎对抗威权。也若讲到最近呢，当咧流行台湾历史补课，高宽炳基金会甲东吴大学做甲转型正义相关的民调，就发现讲，虽然呢这3成到4成受访者毋捌听过陈文成案、乌名单等等台湾重大历史事件，不过所有超过54.7%的受访者无认同讲这谈论威权历史会增加社会对立，拍破长期以来就是社会反对推动转型正义的事。这个乐曲《农民之歌》是要向简洁致意，伊嘛互人合作的小提琴的农民革命家，因为简洁看到农民互日本政府绑架，1926年成立台湾农民组合，争取权利。将其买伫战后白色恐怖时期受难牺牲。面对不公义的租佃制度与剥削，他们没有选择沉默，而是透过台湾农民组合将彼此的力量凝聚起来。228国家纪念馆推出牛背上的倒数台湾农民组合100年特典，呈现对日治时期到228事件，台湾农民对威权的抗争，甚至到2019年才撤销简洁的有罪判决。真侪台湾人无啥知影台湾过去的历史。前一阵嘛出现一阵台湾历史的补课条，拜五嘛有一份转型正义的民调，显示61.5%的民众是支持调查威权统治时期的人权侵害。所以就希望讲吼，透过调查，咱会用互这个更加全面的去了解转型正义背后，包含讲历史的记忆，包含讲咱对这个台湾未来的看法，台湾的民主。虽然民众支持爱转型正义，不过调查嘛显示，53.7%的人无听过1947年发生的清乡大屠杀。42.9%的人无了解市长案，39.6%的人唔知影市民，嘛有超过3成的人是唔知影中烈事件乌名单。另外有54.7%的受访者无认同谈论威权统治时期会增加社会对立。其实各项转型正义的政策都有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这个支持哦，所以这其实可以破解一个迷思，就是说，好像转型正义推动会遇到很大的麻烦。虽然调查显示民众无够了解历史，但是学者认为即马补课要会付。教育部嘛有推出补课也无专区，鼓励民众透过无关的管道了解课本无写的历史。记者高正阳、王志光、林福凯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这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讲，汉他病毒袂亲像新冠疫情安尼大规模感染，公众风险是真低。目前正咧和美国、阿根廷合作应对。另外，讲到这游轮昂德阿苏号传出3个人死亡，5个人确诊了后，还有一名这荷兰籍的空服员和法国公民也出现类似的症状，等咧隔离。还有4月初1呢，捌坐过这只游轮2个新加坡查甫人，也等咧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隔离。世界各国当地追踪洪迪亚斯号游轮的乘客防止汉他病毒的传播各国台。路透社报道，荷兰的卫生部采取通知荷兰皇家航空，一个因为汉他病毒过身的荷兰公民，捌伫4月25日暗时坐荷航，对约翰尼斯堡飞去阿姆斯特丹的班机，敢若停留1点钟。同航班的一个荷兰籍的空服员，伫检测了后是出现疑似汉他病毒感染的症头，目前已经送送去阿姆斯特丹的病院。另外一个法国的公民嘛验出会当6位人的安迪斯病毒株。目前当地病院接受隔离。这个法国的公民不是游轮顶悬的乘客，但是捌伫4月25日和一个汉他病毒确诊的患者，做伙坐对圣赫勒拿德飞去约翰尼斯堡的航班。
另外，还有伫新加坡嘛有2个人，伫登去新加坡了后，互隔离伫国家传染病中心，因是捌伫4月初1一洪迪亚斯号的67岁含69岁的公民。4月27，因阁捌含第2个死者69岁的护理坐共一班飞行机去到约翰尼斯堡。世卫组织表示讲，到初7为止接到的通报，8例疑似汉他病毒的病例内面有3个人死亡，5例确诊。因为汉他病毒的暗测期会当长6礼拜，未来恐惊会出现更较侪确诊的病例。但是世卫嘛讲，汉他病毒毋是新冠病毒，传播的方式无同，评估过后对公众的风险嘛是较低。This is not coronavirus. This is a very different virus. We know this virus. Hantaviruses have been around for quite a while. There's a lot of detail that we know. 经过西班牙政府批准，洪迪亚斯号暗算伫8、6礼拜到加那利群岛，当地港口员工表示讲，毋知影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敢需要挂喙暗，还是防护装备，因为信息无清楚，互因感觉真烦恼。Una vez que lleguen aquí a España y siempre que voluntariamente quieran, porque las personas, las medidas que se toman son medidas que quieren ser voluntariamente, irán al hospital Gonezuya, el Hospital Militar de la Defensa, está ya todo preparado. 路透社报道，对圣赫勒拿德离开洪迪亚斯号的乘客至少有29个，是对12个无共国家来的，内面有包括4个美国的公民。虽然美国伫今年1月2日终止世卫成员国的身份，但是世卫组织讲，和美国迄边的机构嘛是保持真好的合作。As we speak, things are going actually as it used to be, meaning sharing information from our side. And also we're gett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U.S. side. 美国总统川普是伫初7表示讲，已经有听到汉他病毒的简报，而且希望会当有效来控制。阿根廷和智利拢是南美洲汉他病毒主要流行区域。智利的卫生部表示讲，经过调查，确诊的第一批病例拢是伫非按早期的时阵经过智利，已经排除伫智利境内感染的可能性。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0度到2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0度到29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1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9度。然后金门马祖对16度到24度，一个未来3天的天气。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